皆所言字字是真，望大王威后彻查。你们各持一词，我怎样彻查？既然那夜明珠是在月公主的针线篮子里被发现的，而那针线篮子是月公主和舒公主做完针线由绿萝送回各自房间的，除非威后以为这夜明珠是舒公主和绿萝放进去的，不然那只能说明，在针线篮子交到绿萝手上之时，那夜明珠并没有在篮子里。针线篮子被送到月公主房间不久，威后便派人查抄了她的房间，找到了夜明珠。而这段时间并没有人见到月公主回到过房间，那只能证明这夜明珠是有人故意栽赃陷害月公主的。就算无人见到芈月曾回寝屋，并不等于她就没有回过寝屋。黄公子为芈月开脱心切，一味将脏水泼到别人身上。黄歇有证人，芈也有证人。够了，黄公子，你到大王那里出手米阴，可我听来听去，这夜明珠失窃的案子，黄公子你脱不了干系。你身为名门后代，太子伴读，竟敢不顾礼法，滥徇私情，秽乱宫廷，诬陷好人，我怎能饶你？既然芈月偷了夜明珠，你拿不出其他证据证明不是芈月偷的，那我只好判你和芈月同罪。母后，母后明察，夜明珠之事，芈月实在是冤枉。事已至此，不必多言了。母后若要一意孤行责罚月儿，那就先责罚舒儿吧。此言何意？夜明珠本是舒儿拿的。什么？是淑妹你拿的？舒儿，你不要胡说。母后，大王，那日观赏夜明珠，众公主齐聚大殿，唯有月儿因母后不允，所以不能前来观赏。舒儿实在是替月儿不平，所以私自拿了宝贝，想与她一同观赏。在次日与她做针线时，悄悄地放进了她的针线篮里。为何芈月对你所说这些全然不知？舒儿之所以瞒着她，就是想给她一个意外之喜。谁知道惹下了这么大的祸端。胡扯八道！母后，舒儿句句是真，侍女绿萝可以作证。舒公主说的的确都是实情。你们简直都昏了头了！事情总算是水落石出了。先前说这夜明珠是被芈月公主盗走，人赃俱获，但太子陪读黄公子又出手公主芈英，说他栽赃嫁祸芈月。可到后来，这舒公主又跑出来说众人都错了，这宝珠是她拿走的。哼，这峰回路转的，让人看得眼花缭乱。自己人听清楚原委，知道是场误会，这外人听不清楚，还当这是一场笑话呢。事情没这么简单，这夜明珠失窃的案子里定有其他内情，我一定要查个清楚。一个夜明珠弄得鸡飞狗跳，3个公主搅在是非当中，传出去，众口铄金，不知道有多少难听的闲话等着。大楚国的面子往哪儿搁呀？哎呀，算了吧，这大热天的，搞得人人都着急上火。夜明珠，臣妾不要了，就当是孝敬母后。依臣妾看，此事也不必再追究下去，和气致享嘛。爱妃说得好，和气致享。母后，依寡人之见，此事就此作罢吧。谢谢舒姐姐救我，月儿此生无以回报。你我说这话就生分了。只要你平安无事就好。可我就是不明白，我在宫中无权无势，并不招惹是非，怎么就成了有些人的眼中钉了？为何要处心积虑来害我？在那种情形下，母后肯定是真假难辨，气急之下听了小人之言，才险些酿成大错。但众人都愿替妹妹出头，可见妹妹的清白一望而知。月公主，其实除了舒公主替你着急以外，还有一个人比舒公主更着急。我知道，
知道就好。别让你为我担心。岂止是担心，是怕。我知道你被冤枉陷害，我怕我不能救你，不能为你遮风避雨。坐下。这不是好好的吗？好好的，差点脚都没了。是啊，我若是没了双脚，如何洗衣做饭，如何照顾两个弟弟？还不如死了痛快，免得拖累他们。这是什么话？你若没了双脚，我替你洗衣做饭，我帮你照顾弟弟。且不说没了双脚，退一万步，仅仅脸上一个刀子，就会吓跑所有人。那就让他们退避三舍，我在这里陪你。你真不嫌弃我丑劣不堪？无论何时何地，何种情景，你在我心里都是茂美的花。我哪有那么好？你的好只有我知道。我黄歇不求荣华富贵，只求你我心意相通。看你又来了，不理你不理我，我还是要理你。你这又是何苦？命吧。米音，有什么话就说出来，别跟我吞吞吐吐的。那日黄歇诬告婴儿，婴儿的确委屈。那日事情真相如何，你我都该心里有数。算了，我也不打算追究了，只是希望你今后做事不要再自作聪明。母后说的是。嫣儿，你过来。自小，你在我身边长大。你跟我说老实话，你跟黄歇到底怎么回事？那黄歇看得出